们酱汁是纯中药，那里面有这个肉桂，还有芭蕉，还有茴香，还有部分的一些花椒，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天然的胡椒粉。传承妈妈的手艺，包粽已有30多年的曾国志，从备料到制作都有他的坚持与用心。后来受到客家媳妇和帮忙绑粽的阿姨们影响，开始投入客家粽的料理制作。我觉得粽子跟客家元素它是相当一致的，从客家的文化，那一直到我们华人的饮食文化，那这个都是相当能够搭配的。我们包这客家粽，威省梯仪，卫生第一，威省梯仪。我们客家粽最大的特色是用我们的客家脆布包成我们最有风味的客家粽。原本只是觉得客家粽好吃，想跟更多人分享。后来曾国志对客家简单朴实的精神深感佩服，于是以天然原味为原则，拣选在地食材，坚持对品质有所要求。我们客家粽最主要的精神是在于它物料的简朴，我们不用奢华的海鲜料理，也不用太奢华的内馅来做成我们的客家粽。这就是曾国志的坚持。粽叶里包裹的客家古早味，风味独特，延续传统的勤俭美德，好滋味中更代表着内敛的客家精神。花莲呢，好山好水好物料，这就是我一项最大的坚持。上课喽！ Vincent T. Vincent T. Vincent T.